你有冇好奇過喺嶺南大地上面，邊一處山水曾經令詩仙李白揮毫，又令無數文人墨客停低腳步？答案就喺肇慶嘅七星岩入邊。七星岩因為七座石灰岩山峰排列得似北斗七星而得名，向來有嶺南第一奇觀嘅稱號。佢嘅歷史可以追溯到隋唐時期，早在1300幾年前就有文人喺呢度題字刻石。唐代文學家李邕曾經喺呢度留下《端州石室記》，成為七星岩最早嘅摩崖石刻之一。景區以黑絲特地貌為特色，湖光山色互相映襯，借得西湖水一華，更宜陽朔七堆山。呢句詩就最啱用嚟形容佢。核心景點咧有石室岩、玉屏岩等。石室洞入邊嘅鐘乳石千姿百態，歷代題刻，遍佈岩壁，真係可以叫做千年絲廊。而家七星岩唔單止係自然景觀勝地，仲係承載住嶺南文化記憶嘅歷史長廊，吸引住遊客嚟探索自然同人文交融嘅魅力。